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路加福音第3章第1节到20节。路加福音第3章第1节，罗马皇帝提比留统治第15年，封修比列多做犹太总督，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伊的小弟腓力做以土利亚甲得列科尼地方分封的王，路撒列做阿比利尼分封的王，阿那甲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，上帝话临到撒加利亚的囝约翰。迄时伊伫旷野，约翰就去约旦河一带逐所在宣传，讲：着悔改，领受洗礼，上帝就赦免恁的罪。照先知以赛亚的册记载，有啥伫旷野得发，着为主准备道路，为着伊修直小路。一切的山谷着吞互甜，所有大山小山着卸互低，弯巧的路着改互直，坎坷的路着修互平。万民拢会看见上帝的拯救。约翰甲来要领受洗礼遐个群众讲：恁遮的毒蛇，什么人经过恁闪避上帝，得要发的受气，就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。恁毋通家己想讲，亚伯拉罕是阮的祖先。我甲恁讲，上帝会当用这的石头做子孙予亚伯拉罕。埔头已经看伫树头，所有无结好果子的树，拢要甲撮起来，ฮ็落火。众人问约翰：安尼，阮着做甚物？伊应讲：有2领3个，着分互无的；有食物的，嘛着安尼做；有一寡某细嘛来要领受洗礼。因问约翰：老师，阮着做甚物？伊甲因讲：规定的税金以外，毋通加收。有一寡军人嘛问伊：阮着做甚物？伊甲因讲：毋通甲人恐吓摕钱，嘛毋通甲人敲油，所领的薪水着满足。民众在期待，大家心内想讲约翰检采是基督的时，约翰对大家讲：我用水甲恁洗礼，毋过有一位比我较有权能的得要来，我连甲伊头围大都袂堪得。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礼，伊的手摕簸箕，要将麦埕的麦簸清去，麦仔收入仓库，麦香就用袂花的火甲伊烧掉。约翰对民众传福音，用真侪无同款的讲法甲因劝勉。不过，约翰责备分封的王希律，因为伊有带弟妇希罗底做某，搁因为伊有做真侪歹代志。这个以外，伊有做一项搁较歹的代志，就是甲约翰关落监。默想，惊死的约翰伫旷野发光，着为主准备道路，为伊修直小路，
一切山谷都爱吞互甜，大山小山都爱卸互低，弯曲的路爱改互直，坎坷的路着修互平。为主准备道路，为伊修直小路，这是宣告弥赛亚先锋的工作。出对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，就伫旷野为着上主准备道路，伫风暴为咱的上帝开大路。行色的约翰的任务，就是替主开路，互人的心思反转归向主，互主有平坦的路，通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掌权做王。人敢若接受上帝救恩，互上帝充满咱心中的每一个角落，才通吞满心中的大小山谷，得到满足，得到信心。卸下心中的大山小山的傲慢，谦卑落来，修直心中的弯曲，诚实正直，修平心中或是悬或是低的风影，平安自在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爸上帝，帮助阮不管时伫阮的生命中陪伴主的道路，迎子耶稣的降生，互阮伫生命的山坎深渊的所在，拢通互耶稣来充满，成做阮的满足甲喜乐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需要有你伫阮的生命，互阮离开弯曲邪恶的道路，行伫上帝所欢喜正直的道路顶面。阁愿上帝恩典甲阮三甲支持，互阮看到上帝的拯救，也成做为主陪伴道路、传扬福音的人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